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新的变种 Omicron， 因为比 Delta 病毒更加厉害，引起全世界惊吓。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对南非传出来，南非医生是表示讲，目前看起来轻症的患者较侪。那荷兰嘛已经通报讲，有一台对南非飞过去荷兰的飞行机帮，飞行机顶就验出13例。另外，日本已经开放边境的以色列，即马嘛宣布对28暗站开始要全面封锁边境，禁止外国游客入境。这嘛是开了后，各放起来的全球头一个。感染新冠肺炎新变种 Omicron 的患者症状拢正轻微，这是南非医学会主席科兹的观察。伊讲，伫咧夜诊所有7位确诊的患者出现甲 Delta 无啥共款的症状，然后会痒、打、会扫。不过症状拢来了正紧，也恢复甲正紧。Our positivity rate is 9.2%. Yes, it is more than we would have loved it to be. But looking at the mildness of the symptoms that we are seeing, currently there is no reason for panicking. The most predominant clinical complaint is severe fatigue for 1 or 2 days, with then the headache and the body aches and pain. 愈来愈多国家对南非提出禁行令，南非希望各国会当解除限制，因为也经过个人爱护面对第4波疫情的准备。The prohibition of travel is not informed by science, nor will it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this variant. To immediately and urgently reverse their decisions and lift the bans. If cases continue to climb, we can expect to enter a fourth wave of infections within the next few weeks. 正经南非飞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600位乘客，有61个人体检阳性。这么高发现，其中有13个人感染的是 Omicron。离飞荷兰实施国家严厉封锁，餐厅、酒吧、非必要的商店自晚暗5点到加登到透早5点拢关起，至少实施3礼拜。以色列离飞开始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We came back flight from London. We made the PCR checks right now at Natbag. I heard at the flight, I heard from Israeli people that maybe we might be at quarantine 3 days. 以色列顶个月也对外国旅客开放国境，这么为了要应验 Omicron， 也是第一个封锁边境的国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变种病毒 Omicron 到底偌恐怖？有专家是表示，这款新的变种变化真大，可能会造成体检性验不出来，所以建议咱国内 PCR 采检的标准要去修正。另外，咱国内毛要挖3成的老人，也未做完2档预防针，医生是呼吁讲，会当做的爱量早去做。新冠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正凶，国内有动物学专家指出，这个全新变种病毒甲原始武汉株比起来，有超过50外个变异点，其中30外个集中伫个病毒表面的1-2倍，真可能增加体检错误率。建议咱 PCR 采检应该爱修正。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主要也都是以这个病毒的 S 蛋白为做标的，但是因为它的变异突变的位点呢，已经比原来的这几个病毒都要来得多，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率，然后造成这个伪阳性跟伪阴性的这个发生率呢可能会大幅的增加。最近疫苗较无人要做，有医师烦恼部分问诊，多人坚持无要做疫苗，除了因为本土疫情转好，也烦恼做疫苗出现副作用。按不面对新型变种病毒，医师建议老大人甲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至少爱做一支 mRNA 疫苗，不止保护家己，也承受上低副作用。你有打过疫苗还没打过疫苗，你在感染上呢，其实你的重症机会就会差10倍了。所以呢，你有打疫苗了，你就算感染了，你的重症机会就会减少到没有打疫苗的1/10。所以呢，起码希望大家先打疫苗，让你的身体能认识这个病毒，之后再接触这个病毒呢，哇，就比较不容易变成重症。根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到11月1日为止，做完整疫苗较加2大对象，一个是75岁以上老大人，另外一个是长照机构人员甲受照顾的人。两期疫苗注射率拢只有7%。指挥中心阁呼吁赶紧做疫苗，千万唔通等到疫情来才要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那咱国内昨昏是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阁有10个大病入境的案例。针对新的变种病毒Omicron，因为高位高团，引起全世界惊吓。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咱会继续观察疫情的变化，目前也无加强边境管制计划。国内新冠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4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暗过增加10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3人属于突破性感染，拢是自2期中国科兴疫苗。确诊个案当中，有2人完全无做疫苗，病毒量上悬，CT值拢是10大。序号8跟10都是大概是16左右，其他除了这个序号3是26，其他都是大概30以上因为欧洲有真济国家和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侵袭，出现确诊病例，传播力可能比Delta更较紧，突破性感染几率更较悬。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真济国家向南非实施旅游禁令甲防疫限制，是因为这国家原本对入境者无条件限制。目前台湾依然维持无居留证的人暂缓入境，而且台湾无南非直飞航班，所以现阶段无进一步边境缩安计划。大家可能预测在变异上面有比较多的点，那是不是会有疫苗的逃脱或等等的这些让人家忧心的情况，所以我们也都要去密切注意，但是也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面对新型变种病毒威胁，陈时中强调，集中检疫所是真重要轻症隔离的所在，已经指示医学会爱保留极检数量0。到11月25日为止，极检所空班率将近5成，防疫旅馆也将近4成。这2天也公布大家做疫苗保护效果相关数据，初步看到做过疫苗人断医死亡机会加10几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南平分系往北平线影响，今日伫东半部、南部落雨较明显。咱来看温度，今日东北季风继续减弱，各地日时温度会回升，暗过水汽会增加。东半部、南部落雨是较明显。宜兰花莲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有针对基隆、新北、宜兰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今日各地早暗拢较凉冷，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5度之。日时开始会回温，温度是17度至29度。另外，中南部今日云较低，高大雾会影响能见度。若南部空气品质无好，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影，拢爱细致。今日回温，暗过明仔载阁有锋面的通过，冷空气阁会入南，北台湾会先反寒。明仔载下晡，各地拢会转凉。拜三、拜四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中部以北低温剩13度，会寒到拜四，冷空气才会豆豆减弱。中南部是细致早暗的温差拢真大。为拜二开始，锋面甲东北季风连续到位，天气会比较较湿湿、较凉冷。为拜三开始，水汽较少。不过温度也是真低，安装北部的低温差不多是13度，强度会甲大陆冷气团的级数。比较冷的时间点的话，预计就是落在周3到周5的这个清晨这一段期间。那我们预计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的低温是只有13到15度，那其他像是在南台湾的部分也是只有16、17度的一个温度哦。30拜二开始，锋面加上冷空气到位。北部、东北部会比较较湿湿、较凉冷。12月初1拜三开始，是冷空气影响上界明显的时间点，全台湾拢会当感受到天气的变化。气象专家提醒，这波冷空气的尾期虽然会出日，不过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透早有可能会创下寒人以来上界低温。它干冷的时间会比较久，后面呢就要注意辐射冷却的低温。那辐射冷却低温，上一次这个11月初的时候，一下就拉到这个苗栗有一个地方就拉到6度所以这个整个大体环境来看的话，下礼拜的确是有机会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温。专家分析，为拜二开始，由北部、东北部开始反寒了后，会持续3天以上，寒时间比较会较长，民众会当先穿袖啊或者是较厚的衫。咱若中南部的地区是要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差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了关心国防部公布，昨昏计共有27座中国的军机飞入咱的西南空域防空识别区，其中包括中国新型的空中加油机。外交部长吴钊燮有转达国防部的文章，谴责中国用压迫的手段，嘛强调咱台湾绝对袂屈服。这些过冬物资将搭乘我身后的运20军用运输机，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飞行，被分别送抵至西藏阿里、新疆喀什地区。
就被起飞运送新型的防寒装备到青藏高原。中国伫最近都发布3台运20执行任务影片，里背就20台次强机大规模了台，其中包括中共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也第一遍出现。国防部讲，运油20是以运20运输机做平台改装而成的空中加油机。作为空中战略投送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具备这种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的实力和底气。国防部公布强机的动态，里尾有3组强机，2台空警500，一台运教通信对抗机，5台轰炸，4台歼10，还有1台运油20，2台歼16，侵入东南空域。另外有12台次歼核的战斗机侵了台湾西南空域。咱国军派空中巡逻兵力放送距离，还有防空飞弹对舰。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1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一直了台，外交部长吴钊燮转达国防部的答文，谴责中国胁迫的手段，就是要叫台湾屈服。不过，伊叫中共爱知影，台湾永远袂屈服伫咧中国的压力，也强调3遍，讲永远拢袂。两化局势继续紧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立陶宛国会议员团来咱台湾参加论坛，伫昨仔来到咱台湾，伊嘛希望讲，希望这抓会当进一步甲咱台湾深化两国的关系。手比着爱心，立陶宛国会议员萨卡利埃内透过镜头向台湾的民众致意。伊甲另外一名国会议员马提约沙蒂斯，各伫来到台湾的回灵机顶，用 IG 来发相片讲要来台湾。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吉斯率领国会议员团28号透早6点外来到桃园机场，机中去中国列为欧名单的萨卡利埃内表示，伊嘛家己讲声笑又讲这届来到台湾访问了后，可能欧名单的人数会来增加。伊嘛希望这届当进一步来增进两国的关系。This trip, I guess, will be one more step,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because we are dealing with same challenges, and this trip, I guess I can talk from all group,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We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a neighbor of a large authoritarian, bloody regime. So it's my honor. I wore it as an honor badge, being blacklisted by China. And we are joking that maybe after this trip, the list will expand and more Lithuanian parliamentarians will wear this badge of honor. 立陶宛國會議員團即屆來到台灣參加由立法院、外交部、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美國國際民主協會做伙舉辦的2021年開放國會論壇，並且來簽署開放國會聯合聲明。開放國會論壇將就國會透明度、信任與多元參與等議題進行討論，並將簽署開放國會聯合聲明。立陶宛國會議員團嘛來拜會總統蔡英文、立法院長游錫堃、行政院長蘇貞昌，還有幾個部會首長，要來討論要怎讓兩國關係愈來愈好。記者張志雄、陳立峰、江淑雲綜合報道。各鄉親做伙關心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自由時報。鐵我空軍上將謝英洲進前伫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接受訪問的時，伊講中國的軍機雖然伫咱的西南空域是伫家己的國土。中國有權來巡邏。即馬民進黨19個立委連署提案，要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針對退伍的軍官烏白講話，屬別國家應該沒收政府予伊的退休金，若無退休金者，上懸愛罰款1000萬。來關心聯合報，這個15歲姓彭的負責人26個時死地出來客廳，因為有高血壓、糖尿病，醫生就是講是心臟病，夾起來心肌梗塌來死亡。不過家屬一開始嘛無意見，不過警察發現講死者頷骨有烏青，就主動調查，發現是一個34歲姓劉的厝骹去做賊偷，互發現的是殺人未巧，已經甲伊掠起來，也移送法辦，嘛互收押。來關心中國時報，衛福部昨昏有找專家開會討論，咧討論講第3檔預防針要安怎做，講有少年家敢賣做第2檔的 BNT。即馬有做出2項法議，建議第2檔注射讓半檔，建議愛做第3檔。若12歲至17歲的青少年，嘛建議愛做第2檔。上緊伫今仔日會對外公布。咱
过来疫情转好，德鲁古国家公园管理处恢复开放刷屋会当过暝，结果头一天全部拢客满。管理处嘛提醒民众一定要带先注本。太鲁阁国家公园风景正水，不过因为疫情，辖区内沙厝自5月28开始封闭。即马疫情有较稳定，太管处宣布沙厝搁开放使用。不过第一天就9000多人有效，沙厝只敢拿7间，无够夜。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了啊，那个人潮一定会很多，所以说要的话也是要尽早登记啊，才能有到山上有一个方便的一个山屋可以休息。根据太管处的资料，辖区内沙厝总共有7间，会当提供167个床位，其中基内山、南无大山加水陆古道正热门，平均的登记段数是9成，若有人取消会照登记的损失补回。南雾县的山屋几乎已经到95%以上的住宿量，那旗台县的山屋住宿量也到90%以上，那目前名额是剩下非常的少。太管处讲，民众上山进前1个月就当到立园网站登记申请，所有沙厝若是有空的床位，网站顶拢看会到。请民众先预约好才上山，才袂到时无所在大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带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2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588例。中国病例有98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9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000万例，法国是超过765万例。顶礼拜有一只在非法移民的船仔对法国偷渡去英国发生船难，造成上无27个人死亡。为着要追求新的生活，真侪移民是搏性命，就算天气寒，嘛是甘愿要偷渡搏看卖。法国北部加莱加敦刻尔克之间沿海所在临时补航营铁骨达，这体两难的移民无所在通去，个人吸收偷渡去英国的梦想。天气寒阁落雨，营销名烧往起来取暖，空中充满插片的烧塑胶的味。I don't afraid of anything. I don't afraid. No fear. No fear. Sorry, I say that, but we already died. Nobody accept us anywhere. The police is right now everywhere. They don't let us go to in the water. 社会中东战乱三峡地区内移民噩梦为加来港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找找更较好的生活。有的想要偷偷坐起哩往英法海底望空之间的火车，有开大钱互人车集团坐手灵船要过海。不过当天风险大，其实才发生这几年来上严重的海难，造成27人死亡的悲剧。法国继续拆沿海补航营地，不过这人无食物件，无穿好烧的衫，增加感冒肺炎风险。为政府组织表示，围堵不是解决问题方法。font que maintenant les gens prennent tous les risques et quelle que soit la météo, quel que soit le temps, ils veulent passer en Angleterre parce que vivre ici c'est juste impossible. 英法之间缺少互信，对顶一摆海难责任是杀来杀去。英国首相强生的推特公开批，要求联合边境巡逻，搁爱法国接回穿过英吉利海峡的移民，互法国真生气。内政部长达马兰取消甲英国内政大臣巴特的会谈，原本是被甲欧盟其他国家部长伫这来会议，也无欢迎巴特参加。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来关心秘鲁北部昨早发生规模7.5的大地震，地震中央伫秘鲁的北部，也毋过离几若百公里远的首都利马嘛咧摇。这场地震发生伫亚马逊雨林无啥人大的所在。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是表示，地震的深度是112公里半，也毋过秘鲁家己测到的深度是131公里。首都的利马嘛有咧摇，隔壁国家厄瓜多、哥伦比亚拢有感觉。根据统计，有220栋厝受损害，一座16世纪的教堂嘛倒一半。
来关心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讲，非洲中部因为战乱加上疫情，囡仔疯调去做囡仔兵，也有当地性暴力的比例嘛咧牙悬，囡仔疯超大，拢正需要外界来斗救。自非洲西部的马里、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搁到东部的伊索比亚等10几个国家，枪炮声、爆炸声音甲民众的喊声，连续拢袂停的内战甲国际武装冲突，已经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法度估算的死伤人数，也有上6岁未成年者。查甫囡仔互人强掠去做兵，查甫囡仔是闪袂过性暴力甲虐待。In our region, we have the highest numbers of children who suffered from recruitment and use. We have the highest number of children who suffered from rape and sexual abuse. 聯合國2015到2020年的統計顯示，超過21000位未成年人和政府軍加反抗軍強掠去做兵，隨時會因為戰爭而死亡。遭受到性暴力加性虐待囡仔至少2200人，和游擊隊恐怖組織綁架的超過3500人。It's a region-wide phenomenon. The violations against children's rights increased 50% between 2015 and 2020, and 35% just between 2019 and 2020. So you see a huge acceleration of the numbers of violations. 被強制掠去做兵，也個被性侵虐待，只是囡仔受害情形的一部分。在戰亂中被迫成為難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攏正欠缺，過拄着即馬全世界疫情，讓一寡囡仔的生活更加困難。We estimate that there is about 27.5 million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s in the 8 situations described in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eport. But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s of children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n the context of COVID, the number jumps to 57.5 million. So, tremendous exponential increase. 聯合國呼籲交戰的有關各方愛避免侵害囡仔人權，同時會將違反人權的人抓起來送國際法庭。人道救援團體也會盡可能將相關案例記錄落來，作為以後國際法庭的證據。不過，人道救援所需要的9200萬美金的經費，也個唔知喺佇倒。阻止囡仔的人權受侵害努力，會當有偌濟成果，真歹講。公司新聞自家林編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新型冠狀病毒新的變種 Omicron 引起全世界驚嚇。英國即馬是呼籲7大工業國嘅集團 G7 趕緊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這個危機。美國嘅防疫專家即馬是表示講 ，Omicron 嘅嚴重性甲傳嘅速度，也個需要時間來觀察。目前嘅預防下也是有保護力嘅。來關心咱的友邦洪都拉斯昨昏舉辦總統大選，今仔日會公布選舉的結果，這是影響兩國的未來，因甲咱台灣未來關係即馬嘛引起關心。鏡頭個等下咱過來關心12月18，咱要舉辦公投，各種立場的團體攏把握時間，世界嚟宣傳家己的理念。行政長蘇貞昌昨昏冒起屏東，希望鄉親支持政府的政策。世界不同意。搁再登来故乡，得到4項公投案算是政府的立場。蘇貞昌禮拜下晡連貫3場的宣講，就是要爭取鄉親支持施政，大華市的無同意票。其中海草搭公投議題，蘇貞昌提出數理說明，創政府修正過去馬政府的規劃案，接收3個工程，唔若外移，也縮小這個工程的範圍。是當時馬叫認定232公頃囤伫遮，蔡英文一個起來講，唔敢哦。藻礁愛甲保護，咱藻礁攏甲留咧，用國民黨已經囤的這兩地23公頃就好，電到是咧保護藻礁。今次內地進口議題，蘇貞昌也閣再講，若是通過，會對台灣未來外交甲經貿有真大影響。咱若甲要甲國際做生意，尤其咱經濟要銷外國，咱愛照國際標準，咱安全絕對把關，要買唔買？在咱自由的國家，所以國民黨衝出去，敢若一項，伊要甲蔡英文總統鬧開。
另外，公投北大选，苏贞昌讲，若是通过恢复北大选，恐惊2018公民投票，哪开票哪投票，而且开票到半暝的乱象会再来发生。另外，即阵国内3座核电厂，核1、核2厂伫新北，核3厂有伫屏东恒春。把做过这2个所在县长的苏贞昌，更加希望核四重新启动的公投议题，乡亲会采用选票来支持2025恢复家园的政策目标。记者综合报道。4大公投案内底有一案是保护海草大的公投，环保团体即马是宣布讲，12月11要举办游行，要招搁较侪民众支持保护海草大这个议题，伫公投票等同意票。1号站出来，早教投同意，早教投同意，非核护家园。海草大公投推动联盟、环团也有学界代表共同宣告，会伫公投进前的迄个拜六，也就是12月11，搁一届办游行。3阶没有盖在藻礁上，这么严重的睁眼说瞎话的资讯是出自我们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们竟然可以不必澄清、不必道歉。我们没有办法向执政党开2100场的豪华的说明会，上街头，这是最原始的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方法。环团指出，因肯定政府答应讲2050净零排碳入法，有对着世界脚步。不过目前也无提出必要的淘汰化石燃料的方式，而且天然气嘛无法度让台湾达到2050净零碳排放，是交接绿能的过渡能源。因讲3阶是唯一会用让台湾减空污，这点阮是感真可惜啦。所以咱希望天然气越短越好，也是过渡能源。它的全球暖化的潜能是二氧化碳的25倍。如果在20年的时间里面，那最新告诉我们说，它是二氧化碳的86倍。学者指出，天然气主要的成分是甲烷。伫个才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内底，有100个国家共同签署，希望2030年甲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量降到比2020年减3成。公投投票就伫要到啊！各政党甲团体拢真拼死伫个宣传，希望因的主张会当互更较侪民众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长王国材伫顶一日有提出用高铁宽岛20站这个议题，若这20站内底有6站是要起伫东部。前交通部长陈建武就认为讲，若是安尼先起落，毋奈会抢到代替的生理，而且东部咱的人口根本就无遐尔济，是呼吁交通部应该先甲代替的改革做好较实在。交通部长王国材伫讲出宽岛高铁毋是帮了后接受专访，并问到相关的议题，伊讲到宽岛高铁来形成，大概上最20个站，另外代替总共240个站。这个意思是讲高铁当做城市主要干线，到某一个所在了后，就经由代替来做转盘。那东部的话，基本上你其他的那些公共交通措施都还没有全面的建制好，那你就算我人到那边搭了高铁。那我接下来要用走的吗？那个地形不一定适合，那速度快啊，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要抢救或什么，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对着王国材对宽岛高铁提出构想，前任交通部长陈建武认为，这时间点讲高铁宽岛并无适合。陈建武坦白讲，各界对着王国材改革代替有真悬的期待，这种代替在东部往向铁基路的方向来努力，也新进新兴列车，全力提升运量。部长提出宽岛高铁20站，扣除西部12站，规划中宜兰甲屏东有2站，表示东部可能是6站。除了分线代替的客源，东部人口只有100多万，加上未来囡仔少，根本无度记载这个运量。不要到老是在墙壁上画这些虚幻的蓝图了。东部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了，再加上台湾人口的老化、少子化的这些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这一块都要并入考量。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尊重陈建武的看法。另外，对着高铁宽岛的议题，台湾轨道甲国土规划协会也提出呼吁，轨道营运系统在无影响，必须配合民众工作、就学甲生活需求。所谓交通边缘，应该是依据无同地区人民需求甲生活特性，可以方便程度相款的运输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画舞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因为所在较宽，真侪民众会带囡仔也是狗仔去散步去运动。即马互民众发现讲伫草坡啊有鸟鼠药啊，画舞营是表示讲，因为要逃鸟鼠，才会放鸟鼠药啊，未来会加强巡逻。
几啊只狗仔伫边仔，主人一边拎伫草坡来回咧走。这是画母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除了展演场馆，也阁有一大片的草坡。27礼拜六下晡，共款市口的区小姐所发现，伫草坡顶悬有鸟鼠油啊。一开始我以为是塑胶片，然后就是在仔细再看，发现满地都是，上面有一些玉米的颗粒啊，就是一些谷物的颗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耳剂。对，然后就觉得这个还蛮严重的。区小姐讲，鸟鼠油啊袂少，收起来有2包，安尼状况也互袂少人烦恼。囡仔也就是猫仔狗啊去食到。毛小孩他们会是真的会不小心误食会死掉。要有明确的告示或是什么，对，就是不要就放在那里，然后没有标示或什么，这样就是会让不知道的人就是会去用到。画母营承认有请厂商来偷鸟鼠啊，可能是放伫较悬或者是温密的所在，互动物夹出来。均有固定在户外的食蚁下方以及土丘的隐秘处。那基本上儿童或者是流浪猫狗以及宠物呢，都是不容易触及的区域。在他们官网公告，或是说在他们的卫武营出入口，做一些警示标语。画母营强调，因为伫个生态公园区落实环境卫生，防止鸟鼠破坏场馆设备。后续会加强巡检，高设警示公告，提醒家长带囡仔或者是猫仔狗仔去活动时阵爱注意，发现因看到不明的物件，爱马上阻止。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旅游即马长项，南投的日月潭是风声讲，有人用动力的鱼排啊来载人客，互民众翕到。当地有村长就表示讲，这款鱼排啊摕来载人客，无保险嘛无安全。即马南投县的农业处是表示，若是真正发现违规，会开罚单。湖面的景色真水，一只渔船啊慢慢经过，顶面也载一寡人，有人直接是坐伫船头，几来甚至无穿救生衫。敢若渔渔业使用的这个鱼排啊，也好业者用来载客游湖。日月潭的游艇业者也讲，若是坐鱼排啊来游湖，安全实在是无保障。他没有办法投保乘客险啊。所以在合法性上面呢，它是不属于这个合法载客的这个船。浮具的这个浮力能够承载多少人数的话，应该也是有规定的哦。那在这个渔法上面，渔法的管理上面相关的法律，它也是不能用来载客的。像这款的鱼排啊，顶头无安设座椅，后壁有set摩打，虽然速度较紧，不过敢若使做限定渔业来使用。也毋过民众画面确实翕到，敢若技术载客鱼排啊，毋拿装椅啊，也明显超载。另外最近疫情有较热，日月潭游湖的人客亦佫加真多。南投县农业处表示，敢若这鱼排啊要甲游艇业者来竞争。如果违规的话，从事营业行为可能是3到10万。倘若这个来讲，有可能跟现行的这个部分。跟游艇业都会有竞争的一个行为。根据南投县府统计，登记列管的动力鱼排啊有332只，另外无动力的四角钓排啊有90只。依照南投县的鱼排啊监理自治条例来规定，本用来载客，从事水上的餐饮也是诱大营业行为，会组成客查小组，实地了解了后，对违法的业者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屏东，为着要推动科学教育，屏东县是连续第9档举办全国工程创意比赛，有来全国来的学生囡仔对设计、编写、程式，也有做机器人，全部拢囡仔各地来，嘛是展现出无共款的创意。开始。特殊设计机器车会晓自动冲造型，照路线要弯要滑嘛无问题。另外一边是插角贴出来遥控车来比赛杀球，也有造型充满创意的机器车来车拼。这些要固定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会孔不对孔，然后就要去调它的位置。创意赛就是你要去想，就是有什么别人没有做过，然后比较好玩的。利用乐高去把橡皮筋勾住，橡皮筋会弹射把乒乓球撞击出去，乒乓球撞击出去之后来打倒可乐罐而完成任务。这是屏东县已经举办第9档的全国工程创意竞赛。今年吸引到北中南的学校，计共255队，做伙来展出科技结合创意的成果。除了骹球赛、火星探险赛甲造型赛以外，今年也搁增加重新利用废材料做出环保机器人的项目，刺激他的学习意愿，然后组团队从
机器人的组装到城市的设定。那除了竞赛之外，再做一个创意的大赛，让孩子透过科技来达到交流的目的，然后并培养动手做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透过团队合作竞争的方式，促进学生囡仔学习编写程式、做机器人等等的科技知识，也予因一个舞台，会当发挥创意，提升学习的应用甲趣味性。记者综合报道。金婚姻歌奖中剧团今年的新戏是编写莎士比亚作品，因为在做戏拢是配合南北管，啊，毋过即马是找婚姻在地打击乐团编新剧行新的戏路，来看用布袋戏演莎士比亚作品生三款。哈哈，小叶，你穿梭时空来这是要创啥？我要找到爱与勇气。布袋戏要安怎让大人囡仔拢看有咧？正婚姻最拿出身的金婚姻歌奖中剧团新片年度大戏《小叶夜未眠》，改编自外国经典《仲夏之梦》，剧情夹挂现代议题，找在地乐团合作演出，让互观众看到布袋戏无共戏路的创新可能。这次剧本呢，参考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来做改编，而且呢，甲外国西洋真水流传几百年故事改编做适合咱台湾大小朋友对3岁到200岁观众朋友都适合观赏的亲子儿童布袋戏。在做布袋戏的话，蛮多的是南北管的那个音效。那这一次呢，因为很多现代的元素穿梭到以前的元素，那就会有很多，看着稀有的样子，你要给予它什么样的不同的声音？因为完全是跟北管不太一样了，然后又跟我们雄壮的打击乐又不一样。金婚姻歌新剧《小叶夜未眠》以囡仔的角度出发，讲无论伫现实也是网络顶受到霸凌，走入另外一个角度找出勇气的故事。这几年来，金婚姻歌陆续改编济部的文学经典公演，尽力培养少年编剧。今年参加婚姻国际舞戏节金奖奖，也搁再得到最佳剧本奖的肯定。今年度也参与了国际偶戏节金长奖的比赛我们剧团也荣获了最佳剧本奖。这出戏嘛是改编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所以其实阮真侪传统戏改编的这个西洋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对阮来讲就是一个真无简单impossible 的这个代志啦金婚姻歌正拼甲打，差不多每一年拢会推出新戏，而且突出拢有得奖，受到观众欢迎。这回金婚姻歌公演，毋但有12季卖票演出。特别安排一场伫北港的文化中心，免费服务乡亲，就是望讲吸引到愈侪囡仔来看布袋戏，有新的观众入来，艺术才会当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宗教艺术的风格真多元，咱来去鹿港看泉州派的征服，这是甲人间国宝施智慧学家的陈宗伟学习泉州派工艺征服的工法，拢照起工照步来，甲无形文化资产传承落来。新春的金身要经过检查、粗胚、大胚、开面、收光、磨粗纸、白身、过纸、拍土底、砍切线、按金、化色、裁手，每一个工法拢要经过师傅斟酌甲处理，才会完成一尊咱伫咧奉晒神明。金身伊的比例、寸步，还是伊的形态，就是拢伫粗胚时阵就决定好啊。所以人讲拍粗胚是头手，因为这是关键伫规个作品的伊的成型。陈宗伟本地伫庙口大汉，对新春工艺真有兴趣，靠家己坚持，互文化部认定做人间国宝施智慧老师收起来做外省弟子，传承泉州派的装笔。伫较早无新名衫抹伫外口的时阵，泉州派工艺风格就变甲真重要。伊的皮体扭裂、皮面切线幼露个精彩，背出是绣线同款。加上先民东海来台金身的寸绣龙字卡卡，伫有限的面积顶头要展现一寡功夫，有影是真无简单。泉州派伊已经是100年的系统啦，因为宗教自由关系甲多元伊的派别已经有足侪种的，足侪种了后，伊嘛有无共款的工艺，佮现代台湾衍生出来新的装笔的风格，中间是无法度去比较的，伊就是无共款的水。伫即个时代一直咧演变，逐项代志拢足紧的，嘛足速成的，毋过真诶上困难就是保存甲保留。人讲台顶3分钟，台骹跪厝经。
虽然有人间国宝甲文化部认证，不过传承工艺细命是需要曾不拉西伫每一项作品顶头用心去呈现甲表达。透过每一项作品，甲泉州派气味的工艺，对着信徒雕拜流传予万年久远。记者陈家豪综合报道。家己铺子的牛大湾有一阵社区的时代，甲囡仔用2个外月时间，家己做红仔填衫来骗牛大湾的团旗来搬戏。按算明年嘛要搁搬一届，要互大家认捌在地故事。此刻这个出席的超级好夜光，要来对付过 COVID-19 大魔王。学生囡仔做伙人红仔，用地方传说甲社会事件来编故事。家己关埔子牛大湾社区的时代甲囡仔做伙发表因学习布袋戏的成果。拄啊，当地有这个机会，无安尼孤单老人啊，也无伴也无迄个，啊有这个点通啊，互咱呢来遮坐，来遮耍，来遮迄个，心头嘛拢焦焦烦。家己关文化基金会布袋戏艺术学乡，伫埔子市的双门国小100年校友宿舍头前来公演。校园拢是在庄的囡仔甲时大，成果发表一天，规个社区的人拢来现场支持。基金会表示，社区透过青年融合，传承在地记忆。家做的啦，这家做的啦，大家拢做甲真水啊，我个凊彩做做咧，成阮头家啦。上大的意义是啥？是让老幼可以一起来表演，而且老幼可以一起来了解地方的故事。这出牛大湾团旗是咧讲郑氏病院创办人吴培初，伫庄内骑马出征，替全民看病，佮甲在地龙安宫的好爷做伙救人掠妖怪的故事。布袋戏团长讲，透过故事金光佮趣味的安排，希望社区在地团旗会当继续传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古早时无病毒，物件要保存生起来是上好的方法。每年冬天拢会当配饭食。即摆伫台北博物馆就伫办展览，展出英国家食看到真史上的一寡即红仔还有生咸菜的知识。古早时咧卖菜咸的本单展出伫现场，也有各款无同的红仔拢摆出来。红仔身甲口的大小分别，拢有无同的用途，用来生无同的物件。我们在腌酱菜的时候，早期他们可能要进到那个陶缸里面去采，或者是要压大石头，所以它的口径要比较大一点。红糟类的一个酱品的话呢，它的口径要比较小一点点，那希望它的酱菜可以比较容易的一个保存。更较特别的，也有这个号做腌肉的红仔，是用来制盐的工具。那盐肉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制盐，就是当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它下面其实它是没有上釉的，所以它的水会慢慢的渗出来。那渗出来之后，它的盐的结晶就会留在上面的这一个地方。除了大家较熟悉印瓜啊、泡泡子等等，各地头因为在地特产，也有发展出无同的特色菜咸。例如说，像是南投的竹山产非常多的竹笋，那剩余的竹笋怎么办呢？他们就把它作为醋酸的一个竹笋，那或者是冬天到了云林口湖的乌鱼子，它其实也是一种腌制的一个物品。台北迪化2007博物馆展出以菜咸为主题的展览，互民众认捌日常咧食菜咸内底其实有真济学问。官方讲，透过这摆展览，望大家了解古早时的人透过生菜咸来保守食材的智慧甲精神。记者郭文良随林文凯台北报道。沙烏地阿拉伯长期对女性有侪限制，受各界谴责。一直到2018年，女性查某人、查某囡仔才通入去体育馆、体育场。性别平权进步的速度真慢。不过即马，女性运动员总算会使上场比赛啊！头一届的女性骹球联赛准备要起鼓。女子骹球队的队员大家为做一年，大声喊口号：沙烏地阿拉伯第一届女性骹球联赛就要开始比赛。其中上受注意的球员贾弗里，只敢18岁，伊是对400位候选的球员里面被选入国家队。صراحة بدايتي في كرة القدم كان في صعوبات ومنها إنه مو كل الناس كانت تتقبل لكن من ناحيتي عائلتي وأصدقائي كانوا دائما يشجعوني لأنه في النهاية هذا كان شغف وحلم لي من أنا وصغيرة. 沙烏地阿拉伯是全世界上大的產油國，也是伊斯蘭世界內面上保守的國家之一。女性權益長期受打壓，不讓參加運動比賽，也未使去球場看比賽。أيوه هذا طبعا يعني أنا حققت حلمي أولا أنا
وحتى حلم أهلي لأنهم هم دعموني مرة في هذا المشوار وهم من يعني كانوا أوائل الناس اللي دعموني حتى في المدرسة。女性运动员伫社会被打压，出来人的支持正重要。伫最近，因为外界舆论甲王室主动解决，沙特阿拉伯对女性的限制慢慢放零。伫2018年，王室宣布妇女会当开车，抑个去球场看比赛。Well, we are living here history in Saudi Arabia because the girls never played 11-a-side,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of course for them, full of passion and engagement and commitment to have this scene. 全国嘅卡球协会宣布成立女子卡球联赛。其中16支球队会参加伫咧3个无同城市办的比赛，会当讲是体坛的重大改革。And we want to play our first match, hopefully international match in February, that we have this experience for the first ever international match here in Saudi Arabia. 全国女子卡球国家队的总教练讲，国内女子卡球联赛只是第一步，以后希望会当出国比赛，目标是FIFA女子卡球世界杯。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波音公司为着要执行国际太空站的补给任务，有设计一款 CST-18的星际航线太空船。2019年头摆试飞，也过失败，了后就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延再延。因为拖延，即马计出来费用是超过大票14亿，要波音公司家己负担。5, 4, 3, 2, 1, 0. Ignition. Liftoff of the Falcon 9 and Crew Dragon. Go NASA, go SpaceX, Godspeed, Bob and Doug. 这是去年5月底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来引导合伙钱，载飞龙号太空船甲2名测试的太空人，飞往地球轨道甲国际太空站会合进行。完了了后，就正式开始执行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委托任务，运送补给品到太空站，搁予太空人换班。为赶进度，也为着无要予新创企业抢在头前，波音伫年外调整了后，重新建造第2个 CST-18星际航线太空舱。不过第2摆测试甲中期太空舱的费用，差不多新台币14亿5千万，全部由波音家己负担。This is another repeat of the first test of an uncrewed Starliner spacecraft. The first one had a malfunction in the software. So NASA is very careful. We want this one to go perfectly all the way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这摆任务除了予太空舱甲国际太空站自动制造和运送货物，波音公司也要制造一个假太空人。该绑伫太空舱指挥官的椅仔顶悬，一方面维持太空站的装载平衡，一方面也要了解飞行任务对人体安全性。当然，竞争对手的 SpaceX 也未应用。目前有一个飞龙号太空舱连接伫国际太空站顶悬，至少今年底进行有3座载人和2座送回太空任务。老牌大厂波音爱偌久才有赢面，都要看业者家己的拍拼咯。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全世界各国为着环保，有提出各种减碳计划。非洲的国家奈及利亚嘛有多媒体的艺术团队，用5000多支塑胶杆仔甲 LED 的电火珠啊，即嘛是做出挂上色面大的天才。这款大型的装置艺术，我嘛要提醒大家爱关心塑胶本色对地球的危害。这位model身躯顶穿的衫是塑胶做的，伊扮做天使，较只片也个透光的饰果，看起来真水。不过，伫咧页面有倒一个上水面大，看起来真冲突。这是全非洲人口上侪国家奈及利亚多媒体艺术家用塑胶杆仔做的艺术作品。If you look at the angel behind me, right here, you see that the wings are the one illuminating the angel while she's on oxygen mask, which means the wings serves as her beauty, like they are useful to her, which is illuminating 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arming her, which is the oxygen mask. 27岁多媒体艺术家巴巴罗拉，伊的故乡是当地商业城市拉各斯，人口差不多2000万。四季拢看到塑胶袋啊、食品加饮料包装的塑胶本素，也个河川流到境内也翻，因为塑胶本素对海洋生态加环境会造成污染。2年前，伊开始故事装置艺术，甲一系列的肖像画。
要因为新冠疫情，政府封城，规个计划停来。即马封城的限制解除，这项环境艺术的计划佫开始推动。Yeah, so we've washed 1,000 pieces of plastics, and we are still going to 5,000 pieces. 巴巴罗拉甲伊的团队用4天的时间收集5000外塑胶干仔、水蒸气黏做天才石果，佮加一寡塑胶干仔落空，装细粒的 LED 电火球啊，佮加几个模型放伫咧规堆干仔线的塑胶干仔内面，代表海洋被污染死亡的生物，希望会当互大家更加注意塑胶本身对生态危害。There can never be too much awareness on plastic pollution, and I hope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And I hope when people see these works, when it launches, so people know that, okay, this is human invention that is intentional. So we can retrace our steps because this is affecting our environment. 这个技术创作团队认为，就算伫咧非洲，塑胶用品也早就应该被禁止使用，也希望因的作品会当互政府看到，并且赶紧解决塑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东北季风会继续减弱，各地日时温度会回升，暗过水汽会增加。今日伫东北部、东半部、南部落雨较明显。明仔载有方面会通过冷空气到位，北台湾会转淡冷。明仔载下晡各地嘛会转凉。若拜三甲拜四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中部以北低温敢若剩13度。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加是19度，上悬26度。外岛是17度至25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你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